名模客栈，互人的一般的观点，敢若听到名模，就会感觉是一个冥界、阴间、恐怖。但是其实名模客栈内面设定的冥界无遐可怕。哎呦，是啥人催你啊？你紧去看一下啦。假使我若甲定调是伫咧单纯一个歌戏，可能真侪观众朋友伊的印象中就会想到讲是较早三代因心目中甲因看过迄种歌戏。但是即出戏有做一个较无共款的所有的演员的即个条件甲配合，因为阮有邀请真侪每一位都是得奖的影帝影后，他们跨界来演出。那有诶问讲，啊，因来演出安尼敢歌戏，我就回答因讲，当你若听到我或者是咱的人间国宝小咪老师、王金英老师，因伫咧唱七字调、甲都马调的时阵，你其实就不用怀疑，他真的就是歌仔戏。你是捌啥？青春本哦，是我深深的追求。人的心中永远带一个小。只是有当时也是上传统的这个曲牌，但是用一个全新的方式去编曲、去创作作曲，其实伊听出来都是一个全新的歌，就当作敢若亲像咱一般咧听流行歌、听台语歌共款，伊真紧就会当朗朗上口。酷气拍嘅啦！龙潭虎穴用计治，同心协力救酷气，严重救成爱势力，名不客栈变成威。名博客栈就伫咧公司台语台